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开始就是228连假，也毋过天气是真无稳定。气象署表示讲，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连假这3日各地拢有可能会落雨，天气嘛较凉冷。尤其是拜六，全台湾落雨的几率是真高，雨嘛落较久。未来这3天中南部虽然高温会到27到30度，也毋过早暗嘛是较凉冷。春天的天气变化较大，气象署讲，对2日暗开始要变天啊，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27透早就会开始落雨，尤其北部甲中部雨会落较大。到3月初1，加上华南分雨区向东平线，3月初2阁有一波新的锋面外境，所以到3月初4进前拢会是寒冷的天气。2号之后呢，又会有一波锋面加东北季风影响，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是一样是容易下雨的，而且在这一波锋面的影响当下呢，其实整个北台湾都是属于比较容易下雨的，降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哦。那到了3月3号到3月4号，受到华南雨区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蛮容易下雨的，特别要提醒，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哦。另外，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228连假降温较明显的地区出现伫北部，其他的地区也是较温暖的天气。到3月初1会小可回温，不过3月初3有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到时北部的温度阁会下降。3月3号下一波东北季风南下，北台湾温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哦。所以说，总结来说，未来1周的话呢，主要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方还是以北台湾为主，中南部还有比较偏向是花莲、台东地区的话，都还是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续落来这礼拜拢较会落雨，提醒民众出门就要会记哩炸雨伞。若有要去海边啊，要注意，影会较大，风会较透。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新北市的泰山一间资源回收场透早着火哦，对国道1号看过去拢是乌烟。新北市的消防队是出动29台的消防车，65个消防员去抢救，1点钟甲火拍花。也毋过现场的味是真歹，空气的品质真歹。环保局嘛呼吁附近的民众，通门就爱关好安哦，出门就爱挂喙安。透早10点到现场，火已经拍花，不过现场规个拢是插火弹物件。火烧的时阵，有民众伫咧国道1号赛车行车记录器翕到规个粉蓬蓬，消防局接到报案，随派29架车，65个人抢救，把火拍互花。住伫咧隔壁条的巷仔厝边，拄开始嘛用水管倒3共喷水，煞尾嘛是赶紧疏散。有啦，看火大的时阵，阮就走啦。那较讲徛咧遮会死哦。温度啊，就爱挂口罩啊，无迄味影挡袂掉。火势发生了，新北市环保局嘛紧急通知民众，包括泰山、南口、鼓山等等区域，空气品质受到影响，提醒4个位的厝边居民做好防护。在火灾发生当下，应该是 PM2.5会比较偏高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是提醒民众，如果在火灾的阶段的话，务必就是紧闭门窗那出门就是佩戴口罩。这个火伫咧透早7点就拍花，火烧的面积大概是100平米。消防局指出，是4个货柜厝着火的，好佳在无人受伤，嘛拢有走出来。也若起火的原因，还阁等待厘清。目前监测的空气品质还阁在正常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摆有真侪病人发现胰脏癌拢已经末期，高档的存活率嘛，敢若剩13%。台大病院甲中央研究院研究出一款早期体检的平台。抽血检测地当来发现早期的胰脏癌，准确度阁有90%。相关的研究成果嘛发表伫国际顶尖的期刊，未来嘛有机会当应用伫其他癌症的早期体检。胰脏癌因为早期症状无明显，而且佫无有效的体检工具，一直拢互医界认为是上歹诊断的癌症第1名。临床的大部分病人伫确诊的时阵拢是已经末期啊，5年存活率只敢若13%。即马台大病院甲中央研究院做伙成功研发出高效能诊断模型 PrimMate AI。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其实可以是作为一个平台，那未来可能可以把更多不同的癌症的早期诊断的治疗跟分析，就把它纳入这个分析的平台里面，做一个共同的研发哦。这项技术用液态生检、创新整合人工智慧，甲协助强进代谢体分析，
只要摕到每一位受试者112升的血清，就能得到差不多20万的代谢信号，搁再用深度学习模型系统性的摕到甲腰脊癌相关的关键特征，就能知影腰脊癌自癌症病变到早期癌症的整体代谢变化。因为胰脏的癌前病变，它有时候在影像上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里面发现说，在胰脏癌发生之前，其实这个平台已经可以侦测到它有异常。组成了临床、基础医学还有人工智慧3方跨领域的一个合作，就是借由这个跨界的火花，我们才成就了现今的PET-AI胰脏癌早期侦测研究的完成。PET-AI 的核心人工智慧架构扩张性正大。以后除了会当应用伫咧腰脊癌高风险族群的早期诊断以外，也当用伫咧其他癌症的诊断，或者是治疗疗效，抑个有效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初5要开始讲，有世界福龙王称呼的李立棒球先摆，今年85岁王贞治，甲日本一帮福冈软银鹰队来台湾。总统赖清德早起嘛办一定进行勋章来肯定一队推杀台湾棒球运动，促进台湾日本国民体育外交的贡献。王贞治先生对于日本跟台湾的棒球贡献，可以从日本的野球殿堂，还有台湾棒球名人堂，他的英雄身影可以得到见证。去年11月，欧赏得到日本天皇亲自颁给文化勋章。今天我代表台湾人民，授给王贞治先生1等景勋勋章，两国的最高荣誉，辉映了王贞治先生世界全垒打王，是日本跟台湾共同的骄傲。总统表示讲，伊是王贞治的球迷，会当亲身颁勋章予欣赏的高人，伊感觉足荣幸。世界棒球经典赛就要开始咯，总统嘛望讲，台湾甲日本拢会当有好的成绩。再来看立法院的在野党已经同意讲要甲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复委，甲民众党的版本来并案审查。即马嘛传出讲，国民党的版本是编4000亿，主要是针对去年底美国对台的8项军售，也毋过是无包括行政院版本内底国产制造的部分。国防部一日发布，查到强机30只，强弹6只出现，其中12只军机超过台湾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近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有2粒中强的空飘气球出现，国军拢严厉应对。另外，立法院在野同意将政府版的国防特别条例复委，甲民众党版本平衡审查，那也也对咧做。传出国民党版本出来，3版本比起来，政府版本规划1.25条护盾，内容有精准火炮、远程打击飞弹、反增加飞弹、AI 辅助架、C5ISR 等7类武器加上无人载具。民众党版本编列4000亿，列出6种泰国航母，包含海马斯多功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国民党版本编列3500亿，聚焦去年底美国对台8项军售。好，那我想党中央跟党团都会保持密切的沟通。目前版本最大的差异，当然在特别预算的额度。民众党版是4000亿，也就是打3折；国民党目前8000亿是打了6折。国民党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传出，敢若同意军务部特别组织部分，也要求旅游时间甲维护责任请求契约，确保国军应如期得到装备。那国民党和民众党准备要 offer 他们的 version。他们的 version 的 process 是什么？是什么 basis？ 用什么来决定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有了海马式，也有 M1 战车，但是从海马式到 M1 战车中间会有火力的间隙，这个部分其实就有可能会是 M109它所能发挥的一个空间。M109A7主导炮载来3大军武汉发技师会伫3月9日面临破局风险。学者强调 ，M109A7是新世代火炮，有快速闪移电地优势，是国军台湾部队前战的关键武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宣布讲，3月初1要开始试办，厝内有12岁以下囡仔落工，会当提早1点钟下班去接囡仔。市政府会补贴8成的薪水。也毋过有民众甲企业是质疑讲，阁剩3天就需要实施，敢有相关的配套咧？
台北市政府是强调讲，相关的法规、性平法本地都有规范，市政府只是扩大补助的范围来补贴薪水。父母也未下班，囡仔就一定下课啊！这互袂少家庭读甲某咧烧。台北市长周万安宣布，摇价减少工时、薪水无减这个计划，伫3月初1开始试办，补助企业互处理有12岁以下的囡仔的家长，逐工通减1点钟的工时。政策听起来是真好，毋过嘛有民众企业即期政策3天了后就要实施，受过凶狂，无时间做准备。但是台北市劳动局表示，现有的法律就有减工时的做法，台北市是创全国大省补助减的薪水。我们今年的那个减少工时不减薪的计划，它是属于一个示范的计划。那因为目前台湾的那个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定。那我们是参考这些规定之后，然后去做一个政策的转移。台北市政府指出，其实相关的法律伫较早就有，根据性别工作法第19条就规定，公司囡仔也未满3岁进前，劳工会当逐工减少1点钟的工时，只是这1点钟无薪水，等于是爱扣薪水的。台北市政府即届提悬到囡仔12岁拢适用，而且也补贴员工8成的薪水。根据这性别平等工作法19条，这是法律规定的。劳工若要甲迄个企业申请，讲我有囡仔3岁以下，我要接送，我可能办1点钟入来，或者是提早1点钟下班，这企业理论上伊是袂使拒绝的，只是讲伊会扣薪水。所以对劳工来想讲，虽然有这条啦，但是扣1点钟薪水，我就无想要请。台北市政府指出，这个试办的计划近期是参考韩国的做法。韩国上早伫4年前就开始试办，互家长会当安心接送囡仔。今年2026年改做全面实施。目前伫台北市劳动局的网站已经有相关的表格会当申请，也呼吁企业会当把握时间申请，提供有价值的员工优先的摇价环境。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宣布要选新北市长，伊嘛已经向台北市长周万安来请示，本地2月底就要离职。也毋过李树川今仔是表示讲，可能市长搁会找人，所以还未确定，所以按算讲3月初才会离开市政府。另外，针对南北合，李树川嘛表示讲，伫副市长落任了后，才个来讲。也毋过，民众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吴国昌今仔是讲，3月中南北会做伙来发表政见，伊嘛按算讲3月底会来签政党合作协议。市长，你要当我们新北市长哦！加油！出席树林官邸有金香典的开幕，民众看到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直直喊加油，因为伊已经甲施志批送出去，宣布要投入新北市长的选战，原底是按2月底西头路备战。不过，代志敢若有变数。我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市长给我批下来的公文。我想在3月初，应该市长就会核定。市长现在不放人吗？他不是不放人啊，因为当然这个有一些交接。如果说这个政策，那在试办的那种状况是成功的，那也许到新北，如果假设有哪些部分是可以采用的，我想我们都会来这一个检讨来跟进。体谅到市长张万安，就爱找到接班人直接讲到当时和国民党定调，还佫有后续要安怎南北合。李树川拢表示辞职了后才去讲。不过，民众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吴国昌说甲南北合的时间讲甲清清楚楚，伊讲3月中会完成共同政见发表，预计伫咧3月底就会签订政党合作协议。对中国国民党的党内民主程序向来都表示尊重。对台湾民众党而言，我们就是展现最大的诚意跟善意。那重点是说，在第2个阶段的政党合作协议，我们要让台湾人民看到，政党彼此之间可以有竞争，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为了人民，该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要合作。如果蓝白要合作嘛，一定会有一个王国昌讲话之后有一个 SOP 嘛先有共同政见嘛，那同时也要讲清楚嘛，民调怎么比？那如果要合作的话，将来怎么合作？作为一包处理嘛。2024总统大选南北合是破局的，郭文哲强调，两党之间的合作就要照规矩来行，而且建议会当参考日本的自民党甲维新党的联手模式。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一出描写林家血案电影的争议嘛引起真侪人想要去了解过去228事件的历史。台湾教授协会嘛办讲座来讨论蒋介石的责任。有学者嘛建议政府会当透过国史馆的研究专业来帮助社会了解228事件的真相。
过年前，电影涉及血案改编引起的争议，互林甲血案受到关注。真侪民众兴崩考读台湾史，国发会档案局嘛指出，相关档案拢已经解密，有1373条目录是已经开放申请应用。228特别网络，台湾教授协会嘛甲国史馆合作办讲座，除了讲228事件当中重要的历史事实，嘛讨论当权者蒋介石的责任问题。像说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啊，他们会通过刘文岛他们的提案，然后主张把陈仪撤职查办，这个是表示有反省的声音啊，或者是说监察委员杨亮公还有邱念台他们所写的报告都是指责当时的陈仪政府贪污腐化、经济不良所造成的冲突，那应该把他们调走。可是蒋介石他一方面偏听陈仪，一方面事后还袒护陈仪。国史馆指出，其实因伫2006年就有出版相关资料，最近这几年嘛陆续有新的资料出现，嘛鼓励民众嘅运用。最近社会对历史讨论较真热，学者司法员嘛提醒讲，虽然档案局有甲真侪档案整理甲公开，不过档案的内容也是当时的警方资料，无一定代表所有的事实。档案的部分一定需要专业的研究结果。那目前国内来讲，档案局是非常专业的档案整理，而且全责的机构。可是，在研究方面，实际上研究能力最强的是国史馆我个人会建议，是不是政府应该考虑让国史馆加入这个档案政治档案的研究全责机构之一参与研究这样子。学者建议政府通透过国史馆的研究专家，帮助社会了解真相。国史馆嘛鼓励民众除了史料，嘛通透过无共活动，比如逐年举办的共生音乐节等等来接触历史。记者刘尚如、曾春友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南韩上新的人口统计，去年出生的婴儿是有254000外个嘛已经连续2档增加，生育率嘛恢复到4档前有0.8个。去年增加16000个阿婴儿，是2019年增加25000个人以来阿婴儿增加上济一档。将心肝囝抱入心肝，南韩生育结果伫2019出现反弹。2019年南韩新生儿人数突破254000大关，比前一年增加16000，成长率达0.8%，总生育率升到0.8%，比2024的0.75，搁2023的历史新高0.72较好。总生育率讲的是一个妇人人伫通常15岁到49岁的育龄期，按当年各2008的生育率来计算，一世人平均预计的生育的囝儿数，南韩2025的总生育率伫4档后，成功修复0.8的关键风扇，也就是每一位妇人人测温会生0.8个囡仔。 2025년 출생아 합계 출산율, 조출생률은 모두 2016년에서 2023년까지 8개년간 감소하였습니다. 这拢来自结婚人数的增加，显示伫这个全球出生率上低的国家，人民对养饲囝儿的看法转向积极。 혼인의 증가입니다. 근데 혼인이 그동안 코로나로 이제 좀 미뤄지던 혼인들이 누적된 부분이 상당하게 있는데요. 그게 22년 8월 이후에 8개월 동안 연속해서 혼인이 증가가 되었었고요. 그리고 24년 4월에서 21개월, 그러니까 작년 12월까지 生育率回升的速度，比政府上乐观的预测更较紧。当局原本预测2025总生育率是0.75，2026是0.8，预期要到2031才会突破1。新生啊，变质上明显的增加出现伫首都，首年生育率0.63，比2024的0.58增加8.9%。不过，有关是全国上低，显示各邦价格高竞争压力，有关是大都市少年人上沉重的负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一份上新的报告显示，讲伫去年全球有129个记者甲媒体工作者因为公务死亡，连续2档人数拢创新高，其中有2/3的受害者拢是互以色列害死的。也毋过，以色列军方嘛发声明否认指控。 2015年，全球120位媒体记者因公死亡，2/3个遇害者拢是伫以色列手头，其中有86人是伫加沙走廊采访记录、报事实真相的记者，因大部分拢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去年攻击也门的青年运动媒体中心，夺走31条人命，是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设立以来对踪记录到死亡数字第一悬的案件。另外47件被认定是故意，也就是针对性杀人的案件，有81%拢是以色列做的。CPJ 报告特别点出，因为进出加沙的路线受限制，查核工作真困难，实际数字恐惊更较悬。面对安尼指控，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强烈反驳，讲报告内容拢是无明确、来源无清楚的数据，甲预先设定的结论，无考虑到战争的复杂性，或者是以色列军队为降低非战斗人员损伤所做的努力。There are two main responses. One of them is lack of accountability. There are not even proper investigations of the circumstances around these killings. Second is mere campaigns. So it's a way of smearing the journalists that have been killed. Probably it's a way of justifying their killings. CPJ 年度报告阁指出，全节129人内底有104人拢是伫个冲突的地带。除了加沙、也门以外，采访新闻员讲是无生命危险的国家，也有苏丹、墨西哥、罗西亚、乌克兰甲菲律宾。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语。过来消息来看，健保署公布今年药价调整的结果是13档来调整的金额甲数量上少的一档哦。有一寡通报欠的药啊，甲必要用品是拢维持原本的药价。健保署嘛指出讲，若有省来的资源会用来引进新药啊。超高龄化社会，药仔使用量愈来愈侪。健保署公布115年药价调整的绩效，总共喷36.15亿，调整的比率是1.05%，是历史以来上介少的。这届调查药品总共有12652项，调整2343项，其中必要用药也有抗生素等等，拢无调整。频繁都在通报缺药的，那有公卫议题或者是有感染防治的啊，那这些项目抗生素啊等等，我们也就整类都不调。健保署讲，药价每一档拢会调整，若是厂商感觉调整以后的绩效会袂好，拢会使向健保署建议提悬药品的绩效。啊，若这届调整率是历史上低，省来的金额拢会拨转去到总额，嘛会提来引进创新的药啊。对这件代志，有病院是表达肯定。伫个药价调整了后，会使维持基本用药的韧性，嘛会使保障基本的绩效。啊，毋过长期来看，这健保的经费嘛是爱拨互到。如果有一些原厂药，那它因为这个价格不敷成本的因素而退出台湾的时候，那这里面可能就要考虑到在换药的过程中，怎么样去保障民众用药的权益。应该要一并的公布监测的结果，同时也应该要说明这个合理的药价给付到底有没有回应到药品及专业服务的价值？医改会也建议，除了品项甲总数以外，政府会使公告药价调查的结果，来说明规个合理的药价伫咧倒位，才会使避免药价正做互人操作蹭钱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高雄校区早起挂牌成立哦，预估未来10档内，高雄校区会有1000个学生、100个老师，嘛甲高雄的公私立大学合作，做伙来推动产业的转型甲区域的发展。高雄所赢这搭占地大约7公顷的区域，4栋活化改建的建物是国家重点领域校际研究园区。清华大学高雄校区2日正式启用，未来将会培育超过2000名硕士博士生。很荣幸的有这个机会来付出我们的一小点的一些力量，在教学，在地的连接，不管是企业或者在地的高教，有更多人才培育跟研究的机会。清华大学表示，高雄校区已经完成进修一贯整件启用加研究所招生的作业，未来会申请半导体先进制造方式、加创新材料、人工智慧、应用创新、加绿色科技、智慧机器人等方向的硕士加博士生。未来10档高雄校区将会有1000名学生加100个老师，市府希望会当补充高教能量资源的不足。城市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几10年前，高雄市连一所国立大学都没有，所以在高教的量能的一个分配存在的南北不平衡的一个状况。市府表示，高雄推动产业城市转型，人才培育才是提升竞争力上重要的。为阳明交大高雄校区启用了后，清华大学高雄校区嘛启用，串联高雄其他科技大学以及学校，希望会当贴关在地高阶科技人才的培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北港站暗头啊，有一个查甫人哦，衣裤溜落去，佮无穿鞋啊，徛伫路边。
有一个查某的高中生伫下课经过，看到赶紧去帮这个人来整理，过程嘛，互民众翕到是真恶乐。这个高中生是讲哦，当初看到就去斗3工，是无想遐尼济。伊嘛讲，伊未来想要做护理人员，来帮助愈侪人。穿红衫的查甫人，戆身戆身，徛伫路边，裤搭起脚头污，鞋仔嘛无穿。拄放学的高中生53年看到，赶紧过去斗整理服装仪容，佮问伊敢有需要斗3工，过程互过路的民众翕落来。我当时没有想很多，我看他需要帮忙，我就因为在洗身中心，他就在前面而已。他说我可以，他就跟我说谢谢，就赶快主动过去帮忙。好，那也有协助这个老先生说要到医院去吗？那老先生跟他说不用了，因为就在前面，所以呢就把他服务弄整齐以后就过去了。这段影片互民众铺伫网络，网友拢学了53年做人的表现，亲像天使化身。53年表示，迄阵简单想要赶紧甲斗3工，未来希望做护理人员，会当帮助更较侪人。因为我想要帮助更多人。没想那么多，因为他本身就是未来的医护人员，所以这是医护人员的精神。学校表示，26会再表扬53年，嘛鼓励囡仔培养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互善良成做惯势，互品格成做力量。看到53年同学好心好行的实际行动，互大家感觉真温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基站的运动裁判，不办运动比赛的裁判费112年对400块调悬到800块了后，就毋捌阁调整过咯。因呼吁县政府应该按照行政院公布的一工1200块来计算。运动比赛级别裁判拢爱足专心，运动裁判是维护比赛公平的人。若对规则爱熟，阁爱有判断能力，但是屏东县教师职业工会讲，屏东县长期以来运动比赛裁判费低，有的连交通费、食饭钱拢无。伫教育处检讨会反映，煞敢若得到建议的回应。工会强调，若费用伤低，惊会降低专业裁判投入意愿，影响屏东的体育发展。现在裁判一整天，可能有时候超过8小时，有时候甚至更长，你才给800块，对，其实是我是觉得是很有点血汗工厂的感觉，甚至有些外县市来的哦，那你一天才只给人家800块，他们还要吃要住。台湾的基本工资对106年到114年逐年调升，反映物价和人力成本的变动。屏东县教师职业工会讲，112年全台县市级裁判费用，台北市一工1200块，新北桃园一工1000块，当时屏东县只有400块，是全台上少。协调了后才调到800，不过这几档物价拢在起，后来就拢无去调整。因为行政院没有定下限，只定上限。那屏东县政府应该要以1200的上限来做预算的编列，考量物价水准以及薪资调升情形，并兼顾裁判的劳务付出以及县府的财政负担，本府将采滚动性调整。县府公文回应讲，目前的裁判费用拢有符合行政院规定，但是这几年的物价和基本工资有起，会阁按照县府的财政负担，后续再来调整费用，有利屏东赛事的举办。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嘉义市有一个种大粒蒲仔的农民，因为蒲仔田发起鸡仔路，互厝边家长哦造成损失，伊提出告诉，爱厝边赔12万。2审的法官是判赔5000块，这个农民真不好，专工抱一粒30外斤的蒲仔去法院找法官定情。农民辛苦揽一粒大粒的蒲仔，去到家己市的地方法院，要来向法官定情。这位农民2当前因为家己种的蒲仔田去互厝边家雕造成损失来相告，原本要求对方爱赔12万，结果2审的法官只判赔5000块，互伊是真不服。砍了3颗，算起来要100颗，100颗加上1颗30斤，刚好是3000斤。3000斤1斤，我只要卖50块就好，就有15万。农民指出，伊种的这种蒲仔的品种，通常拢有30斤以上，伊一张蒲仔会当生30粒左右，互加掉3张，损失就超过12万。伊专工摕伊种的蒲仔来，要互法官知影伊的损失，针对民众的定情，欢迎毛派代表来了解。原审判决中已经就它是斟酌常情，就超过一定重量的农产品，确实是罕见的状况。那因此，所以在判决中也已交代，它是按照一般的农产品的大小去判决。
上诉人所受的损失。法官讲的说，夸瓜一颗才3、4斤那么小，不是？你看我这个不二龟，你看超过10几倍，超过10几倍，2、3斤10几倍，应该多少了？蔡大头家讲，普洱大部分细粒的时就会摕来食，美国到30、40斤是真罕见，不过较侪是摕来看水的，所以计数甲细粒是无共的。农民表示，法院的检方单位有来接受伊的陈情，虽然对结果无满意，不过也是会当接受。希望这种无了解民间生活的判决，未来会当愈来愈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春天咯是鸟仔生团的季节咯，宜兰县政中心的附近是有真侪民众来遮翕鸟仔。也毋过，说方发现讲有摄影师使用人工的造景，将鸟仔来休困，甚至搁放饲料。县政府是讲，这款行为若影响到保育类的动物，这恐惊会有刑责，所以建议民众都毋通去影响到鸟仔的生态。摄影师翕鸟仔伫镜头前刷菜骹架咧放花，搁去互人发现，甚至是用食米，希望鸟仔飞过来食。这地点就伫咧宜兰的县政中心。宜兰县政中心青顶顶生态丰富，真侪鸟仔住伫咧遮，常常拢有摄影师来遮要来翕鸟仔。毋过安尼甲鸟仔城已经引起外界批评。野鸟协会表示，除了安尼行为以外，甚至有人会放鸟仔声，要声鸟仔飞过来。说爱鸟不要喂它们，让它们能避免危险。因为任何的野生动物那种喂久的话，对于人类没有具有恐惧性。野鸟协会表示，甲鸟仔交叉打碟，这拢就唔通的，嘛有可能会影响到鸟仔巢食、休困，或者是因的安全，甚至改变因原本行为的模式。尤其对着长咧长途牵线、体力本来就有限的大鸟来讲，每一届甲因交叉，对因来讲拢是负担。是一般类的一个过境鸟的话，那我们也还是不建议诱拍哈。那如果你直接猎捕，那可能更是违反我们野生动物保育法。县政府讲，若是去声到保育队的鸟仔，可能就要担刑责。若非保育队的动物，野保法虽然即马也无相关的处罚，毋过嘛是要提醒大家，千万唔好去声鸟仔，交叉因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面寒，热面大，新竹县新埔90外公顷种梨仔的农地，梨仔虽然是算长要9成，农民是要靠无目屎。今仔早起，农业处甲改良场嘛去现场会勘，准备要来提供天然灾害的补助。这样子有没有？像这个外观这个像这个也没有用，它也是没有着过。看到家己辛辛苦苦种的水梨啊，真啊唔若果子无法度结果，连外皮拢受到严重伤害。受天气影响，新竹县新埔镇原地种有大面积的水梨啊，即马产量可能敢若剩1成尔。它温度几乎都是大概9度以下都有。我们最测的话，我们这个大概5度多。损失以我来讲的话，大概是8、9成。所以我们农民这个水果1年才1次，寒流来，所以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农民只靠这个生活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呢，能够来协助。但是新竹县农业处甲农业部相关单位也派人到现场会勘，刷去会统计农民的损失，提供农民申请天然灾害补助。会同桃园区农业改良场以及农粮署人员到现场去会勘。那未来将依据今天的会勘的结果，来向中央争取相关的救助。果子农无奈讲，今年的天气实在变化太大，尤其是有一阵啊，当地上低温度甚至敢若剩5度，这对靠天食饭的农民来讲，实在是要靠无目屎。因敢若希望政府会当提供相关协助，降低损失。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中大理一个已经无水的溪边封倒真侪起厝的废料。附近民众是真怨叹，讲几个月前就已经通报市政府，也毋过拢无消无息。民意代表嘛批评讲，拢无人要负责。环保局是回回讲，已经有抓到嫌犯，会来移送法办。共站帮显会下口有盖一块塑胶篷布，内面拢是用件废弃物，像砖仔架、石棉树叶，也有边仔的工料，就起伫咧河道边的边铺。这个所在是台中市大理区吉贤路附近的汉溪废河道。当地人讲，自去年3月就外地人来遮倒，报市府也无来处理。拢倒废料，害石棉遐啦，装潢木工村的拢倒伫遮。这水若大会淹起来，落雨抓袂离水头才悬。住底无遮严重，住底外口拢无，即马来。住底就是全部。住底拢无啦，
即摆6个月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甲政府要反啥？政府1999嘛卡，这百姓嘛卡甲已经无法度啊。民众讲，本来这个吨淡薄仔用建的废弃物伫咧河道的边啊，因过自今年过年前后，伊是愈来愈过分，伫河道顶用阿蒙头一个茶搭一个平台，下骹吨更较侪废弃物。若不发生火警，那落大雨也可能会影响河道，拢无人要管。三不管嘛，环保局已经说他是已经有在处理当中，他也送检警了，然后派出所也来过了。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居民的这些惶恐谁要来帮他们释疑？以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1条、第46条之规定，依法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台中市环保局讲，废弃物倒的范围差不多80平方公尺，是属于国有地。去年9月，这条报案8派人来稽查，已经查到行为人，并无摕到废弃物轻度处理许可文件，就伫咧从事废弃物轻度处理业务，涉犯废清法，该移送台中地检署加保测警方侦办。因为涉及刑事犯罪，但确定无保全证据的必要了，因此要求行为人或者是地主清理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自救会团体今仔早起去台中市政府抗议因不满市政府旧在财团甲部分的地主主办市地中会，造成真侪诉讼。也毋过市政府是强调讲，一切拢是依法行政，会来维护地主的权益。本来反主办定位团体提标语，表达因对主办市地定位不满。这个月8日，台中新光大湖地定位自救会圣展的会长到台北捷运放火，用安尼表达伊对反主办市地定位的诉求。反定位团体认为，市府长期甲主办定位放互烂，地主人民居住权甲财产权受到迫害。市地重划是市政府核定的。你如果不核定的话，会有这些事吗？那因为你核定了，你又摆烂，你又不管，让这些财团黑道一直在霸凌这些地主。台中黎明游乐园的争议已经诉讼10多年，今年1月，法院经5审判决定委会胜诉，院方爱拆除兄弟林金莲批评市府甲财团做伙斗空，应该负上大责任。另外，包括单元1、2甲单元5，拢有地主无愿意参与定位，目前还在诉讼当中。学者批评台中市政府正做财团甲建商的共犯。第一个步骤就政府圈地，政府把这个地区把它圈起来。叫做自办市地重划区，那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参加，无路可逃，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地方。根据台中市地政局统计，目前主办定位案面积是918公顷，占全国上大。反定位团体指出，台中市府目前核定的39案当中，有超过一半还在诉讼。定位法有明显的缺失，市府强调一切依法办理。系由中央主管机关发布实施，全国一体适用。未来如有修法，市府将遵循法令规定，秉持依法行政原则，监督各自办重划业务执行。市府表示，地主甲定委会发生争议是属于司权范围，按照民事诉讼解决。那其他相关的定位区争议，目前法院搁伫审理当中，市府表示尊重，嘛依法保障地主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2是元宵节台东的炸邯郸爷是台东县的无形文化资产。早起嘛进行开闸仪式，有7个邯郸爷轮流互抛下炸，嘛宣布讲今年台东元宵节活动拜6要正式开始，为期1礼拜。这位伴做肉身邯郸爷的民众，规身躯只敢若穿一件红底裤，徛伫咧桥顶，说台东市南京路文化广场接受四面八方传来炮啊。传讲炮啊愈多，运势愈好，逐年拢见真侪民众甲游客做伙来参加。后礼拜2就是元宵节，台东市公所加强化邯郸爷的行舞堂，2人做伙宣布台东的元宵民俗活动1礼拜6开始。主要活动是3月初3、初42天炸邯郸甲庙会绕境，后礼拜6上尾天是烟火暗会。代表我们台东，等于是算一个标志。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重头戏，比如说我们邀请的一些我们的台语的创作歌手，还有我们的台语天后，都即将莅临我们的
元宵晚会的会场。今年会有30几场炮炸邯郸夜伫咧固定的地点举行，但是有特别2场是用辽境四轨方式炸邯郸，分别伫正气路甲中华路、红路管制，沿路放炮啊，几路人爱注意。然后我们再要求我们在炸的过程中，那个鞭炮声不能断掉。台东伫咧元宵炸邯郸的民俗活动已经超过70档。10个月前，政府登录正做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不过一直争取袂到列做全国无形文化资产。官府希望中央会能够重新评估审查。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台东的炸邯郸夜，元宵节台南冒咸水的蜂仔炮，今年唔那炮仔城的数量比英国加要一成，冇外国的高学学生会来体验。另外，人讲头班仓价好红，罗里门天气局今年嘛准备280个仓啊，要互大家来头班。炮城内底蜂仔炮已经插好势，红列做世界3大民俗庆典之一的咸水蜂炮，3月初2要登场。咸水街路这阵已经有那过年的气氛，那今年因为拄着年假，炮城数量比往年加1成，规模更较大，嘛结合多元文化活动。庙方今年嘛特别邀请侪国家的高玩学生做伙来体验蜂炮的文化，就希望大家透过愈炸愈旺的向灯来求平安顺遂。我们盐水人的大家的盛事，年轻人越来越多在参与这个活动。国外国家同学就要来体验参加体验营因为带国家的国旗来参与呢。元宵唔那放蜂仔炮尔，即阵讲趁这个机会，袂当来求姻缘，因为小间讲咧头班仓会当嫁好红，未结婚的这个查囡仔来袂当来遮提仓啊回去。台南罗里门天后宫才有头班仓嫁好红的风俗，今年庙方传200束的仓啊，要互独身的女性通伫元老头前祈愿。虽然现代真侪少年人对这句俗语无介熟悉，不过庙方嘛是照传统来保存文化。没有听过，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会觉得有趣吗？蛮有趣的哦。会可以嫁好红。好啊。对，但是这有好的吉祥的意涵，恁可要试看卖安尼。可以。就是它的谐音自古以来拢有这个活动另外有一种是迄个跳菜鼓娶好某这嘛是取自它的谐音这是针对男生的方面啦。对咸水蜂仔炮到罗里门的传统技术，台湾各地的元宵活动到时拢会闹热滚滚，无同的所在有各种的风俗，这嘛呈现出咱本土多元佮丰富的民俗文化，把看到文化一代传一代的生命力。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少年辈晓讲台语的是愈来愈少。文化部对2024年开始推出台语家庭的计划，头一期有上千个家庭报名，第二期都有7000外户。也毋过离4万户目标是搁差真济。推出台语的团体，即马嘛真烦恼讲在野党提预算，即马恐惊影响到台语的传承。来进嘛。囡仔看台乐拼音咧读故事册，对阿喜来讲，念台语故事册需要时间，速度会较慢，因为伊需要拿拼音、拿读字。透早运动上拄好，要做伙来无？所以你平常时是看台文字较济，还是看迄台乐拼音较济？拢会看册。倒一个对你看起较轻松？罗马字，因为有的字我毋知要怎念。阿喜是台语家庭的囡仔，伊和一群同款是来自台语家庭的囡仔，斗阵参加台语路协会和人本基金会举办的台语营队。有一个囡仔，伊拼我的名叫我阿文，所以我感觉这个条路拼音继续推送是真简单的。伊哪怎拼啊？伊就讲阿文吗？我就讲有这个母所以是阿文。你要倒还是要摇？我倒。到下晡，囡仔斗阵来到台大校园耍飞盘，运动消脱气力。一寡囡仔会当有机会和一大群朋友斗阵讲台语，和文化部举办的台语家庭计划有真大的关系。文化部对113年开始举办台语家庭计划，有分做拄开始学的学习家庭，和日常已经会晓练当用台语沟通的文化家庭。办到第2期，人数已经成长到7000多户。目前台语家庭登记上济县市分别是云林县、台中市和高雄市。
去。虽然台语活动变济是好代志，不过对台语家庭的父母来讲，也是有真大的问题需要改善。你即摆就变做是讲，我还专工去找台语的活动，我才听得到台语嘛。啊，毋过台语明明就是足侪人拢会晓讲的，你毋管是伫咧图书馆啊，还是伫咧其他所在，你其实毋免讲我爱挂一块牌啊，讲咱即摆讲台语才讲。台语路协会也指出，因为若被立委提台语医生，影响到语言环境的建立。原先文化部的目标是计划伫2026年完成4万户的目标，不过目前敢若7000多户。刷落来第3期，文化部决定扩大台语家庭计划，推动18岁以上的国人也会当和朋友自由组队，来增加台语家庭的量。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过去伫台湾母语受到压迫，西班牙的自治区加泰罗尼亚的母语嘛捌受到同款的压迫，嘛长期在进行语言复振运动。也毋过少年人大部分嘛是讲西班牙话。去年的8月，加泰罗尼亚的政府就甲语言的事务升格做语言政策部，嘛拍拼讲要互加泰语来正做是24种后面官方的语言的其中。来看台语台伫西班牙的专题报道。伫西班牙巴塞隆纳的街仔路，会当听到过路人讲真侪种无共款的语言。不过伫1939年至1975年之间，这是袂使公开讲加泰语的。伫胡隆哥政权独裁统治的时期，全国敢若会使讲西班牙语，语言防严格限制，加做政治权力控制社会工具。La llengua es molt important, sobretot per a una cultura doncs, minoritària o minoritzada. I a Catalunya doncs, s'ha patit, al llarg de molts segles, hi ha hagut bé, a l'estat espanyol moltes dictadures i això ha afectat molt, evidentment, a la llengua catalana. 即马巴塞隆纳的街仔路会当看到多元城市的面貌，咖啡厅、餐厅、地铁站，无共语言难以使用。在这款的环境，会晓讲什么款的语言，实在是因为现实的条件有需要。Perquè ja cada cop costa més i ja la gent jove entre ells es relaciona més en castellà que en català. Això és un problema greu. Llavors, diguem, els catalanoparlants. 儿童为国家未来主人翁。这款的情形对台湾社会来讲是不了相常。在过去威权年代，本土语言同款受到限制。在今仔日的社会，真好想象用过学生若是讲母语，都要去互挂交牌啊，嘛加做现处时本土语言真大断层。有一天老师宣布讲，袂使讲台语，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拢袂使讲。只若讲爱罚钱。爱挂交牌啊！限制你袂使讲家己的母语，你变做一代中间的语言的迄个传承都无去啊！啊，这个语言后壁是文化嘛。为着弥补愈来愈大坑的语言断层，2024年8月，加泰罗尼亚甲因的语言事务提升做语言政策部，语言的议题嘛加做下部门的政策课题。Català té 10 milions de parlants, això és més que bona part de les llengües oficials de les institucions europees i com a ciutadans europeus estem treballant perquè la nostra llengua sigui una més d'aquestes 24 llengües oficials. 为加泰罗尼亚到台湾，看到类似的历史分野，语言变来去互政治甲权力控制，受到伤害的，称在是规个世代。爱安怎甲过去的经验甲假使记录掉，莫阁行回头路，嘛加做咱社会爱面对的历史课题。记者伊英忠，巴塞隆纳台北采访报道。来看日本千叶县的动物园有一只高山囡仔囝，伊打出世就互老母放杀，定定闭伫边仔。园方是送伊一只红仔，互伊做伴。这只高山囡仔囝甲红仔抱条条，实在是真古锥，也毋过嘛，互感觉真毋甘。动物园外口摆甲乐乐长，大家拢是足期待的笑容。因想要看的是过去一礼拜红起来的梦青，简单6个月大的日本狗胖起。这只狗仔囝伫去年7月出世，今年1月才开始接受训练，准备加入狗群。不过胖起并无互亲生阿母疼惜，可能是因为天气伤热，或者是亲生阿母的经验无够，所以动物园先互伊一只红毛猩猩的红仔代替阿母安待伊的情绪。胖起毋是甲红仔结小念，就是趴伫管理员身上的画面，真紧就伫网络引起讨论。パンチ君に会いに来ました。写真撮ったりして、家帰って見たりしたい。
胖市一开始无惯势交群，拢家己掺红仔耍，毋过无偌久就开始适应团体生活，甲交群的互动嘛变侪。动物园表示，伊即马已經願意離開管理員，家己去找物件食。23迄天，共2隻狗來替伊亂摸，表示友好甲接受。はい、さっきも見てまいりましたが、群れに徐々にですが馴染んできています。因為想要看胖市的遊客實在太濟，動物園原本的賣票系統已經讚袂調，必須出動所有賣票人員到門口。動物園更加是為下晡3點開始，就無閣互訪客入場。胖市的人氣毋但引起民眾的疼惜，嘛互這間動物園受到毋捌有的關注。公司新聞由派準編譯。下晡8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20度，上懸27度；中部地區上低21度，上懸29度；南部地區上低25度，上懸31度；東部地區上低22度，上懸27度；外島地區上低13度，上懸24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